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 JC 風嘅頻道。今日我會同大家講解下麥德姆嘅動態、強度同埋路徑。我仲會同大家講解下佢嘅風力變化同埋對本港嘅影響。影片開始之前，如果你哋中意我出嘅片，請按讚、訂閱同埋分享我 JC 風。而家我哋睇下天文台佢最新出嘅風暴消息。天文台指麥德姆佢繼續係穩定向雷州半島一帶，隨住佢靠近，本港係多處會吹強風，離岸同高地甚至要間中吹烈風添。三強風信號係會至少維持至今晚10點，跟住天文台就會視乎麥德姆嘅強度、其烈風區同埋將佢嘅距離同埋風力變化，就會評估是否需要改發更高嘅大船經過信號，即係8號風球啦。預料係本港佢今晚同埋聽日係會初時有間中有狂風驟雨嘅，同埋雷暴，可有大浪同湧浪，所以市民就要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啦。我哋從風暴路徑見到，我哋已經見到麥德姆佢係進入咗本港400公里範圍，而且佢係已經增強為一個颱風級別噶啦。預料佢登陸雷州半島之前，有機會增強一個強颱風嘅下限。我哋睇下佢風暴路徑佢嘅路徑圖，我哋可以見到佢嘅路徑分歧係低嘅，所以我哋可以見到佢係有非常大機會係會登陸雷州半島，而佢進入本港200公里甚至100公里範圍內，機會就算係低啦。而家我哋可以見到香港佢附近嘅海域係有烈風警告區嘅，即係佢係會吹烈風，因此係有機會係打8號嘅，所以8號風球機率係為中等。而家我哋睇下廣東沿岸嘅衛星雲圖，我哋可以見到有一個都算係大嘅螺旋雲團，呢個就係颱風麥德姆啦。我哋可以由24小時前可以見到佢嘅當時嘅環流仲係整合中，好似啱啱係落過呂宋嘅。但係如果我哋撥過嘅時候，我哋可以見到佢係嘗試係整合一個風眼嘅，所以而家7點佢係已經開始係有個低層嘅風眼啦。3號強風信號已經喺下午12點20分發出，嚟緊一個係非官方嘅預報。我認為8號風球嘅發出機率係為50%，即係中等，因為香港海域係有較大機會係會吹烈風，即係暴風球，但係離岸同埋高地都係預測係間中吹烈風啫，所以8號風球嘅發出機率係中等，而9號同埋10號風球嘅機率就係少於5%。因為颱風麥德姆嘅颶風圈同珠江口嘅距離係超過200公里，所以本港吹颶風嘅風力，即係手風球嘅風力，同9號係極低。多謝大家收睇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